啥地方？妈妈说了伟大，月亮是兔子西上的故乡。小囡囡问妈妈，兔子西上为啥多呀？妈妈说了伟大，流浪是兔子西上的特长。小囡囡不开心，讲兔子西上哪能介比啦？兔子阿爷，兔子阿娘，为享乐意，为担心意。小囡轻轻讲，兔子西上快回屋里向。最后侬爸爸妈妈辣屋里向盼牢侬兔子西上笑了讲，小囡我想我窝里向，但流浪的我还是要上路再走下去呀。小孩哭着说，兔子先生我不要回家，家里有个唠叨妈妈时常挨骂，屁股开花。兔子先生笑着说，小孩请你快回家，有人会牵挂，让人羡慕别惹我哭啦。兔子先生说，小孩快回家，就算快长大，就算去天涯，家是永远的牵挂。兔子先生轻声说，小孩请你快回家，无论在户外还是天涯。